各位朋友，我係阿黎。一兩年咧，好多一啲自媒體嘅朋友喺網上發文章或者係發視頻。之前我哋兩講廣府文化，之前我哋有白話。廣東好多，廣西亦都有好多。南寧市呢，而家亦都有部分作者開始使白話拍攝視頻、製作視頻啦。不過呢，其實你冇做一行，你冇識拍白話視頻呢，到最後製作嘅時候、編輯嘅時候好困難嘅，啲字幕好難生成嘅，因為呢系統只能夠識別普通話，白話呢識別出嚟啲字係錯碼、亂碼，所以講呢，有啲人又想拍，但係其實到最後一步嗰陣時呢，佢又乾脆就冇有文字啦。所以講有啲白話視頻你睇上去會有字幕，如果邊個有字幕呢，肯定係佢係一隻隻字打落去，好費時間啊。比如講平時我哋拍普通話嘅視頻呢，可能拍成之後你製作呢，大概係10幾分鐘都可以整成一隻視頻啦。但係講啲白話視頻呢，粵語嘅視頻呢，你可能半個鐘都能整成，因為主要係浪費啦好多時間喺啲字幕上面。你要把啲白話翻譯成普通話一啲咁嘅意思，然後呢一隻隻字打上去，好浪費時間啊。所以有啲人呢，乾脆就冇上字幕啊，或者係講就冇理啊，直接就咁發布啊。所以呢，就影響啦啲視頻嘅質量。今日呢，阿黎就係主要係想使呢種語言讀一段話，然後呢，各位聽得講你中意邊一種語言，或者講你聽得出係邊一笪地方嘅語言，好嘛？因為呢，而家我再講下，因為而家有啲人講白話就算係南寧市同一隻地方講個白話都唔會一樣嘅，就講，所以講你邊個講邊個正，一拍個視頻出嚟，嗱個講，你拍個視頻你講得冇正呢？你咪係肯定，你咪係南巴仔，你冇係正宗嘅南寧白話。其實啲嘢好難講啦，因為而家好難講啦，一講白話都冇錯啦，邊個仲敢講正宗係咪？你自州講跟你一邊啲江南講又冇同，你跟得麻村講又冇同，我講又冇同。我承認我有時候我啲嘢，有時候我講話呢，好似講習慣，到底係邊一隻係正嘅呢？一兩隻口音我講唔出嚟啦，因為而家喺大家上面都有人講，一兩隻口音都有人講。但係仲要講一點呢，就係而家講白話都係啲老人家嚟，啲細鬼講得好差，我都講得都乜算好咧，但係講仲有好多一啲鬼仔講更加係好冇流利，即係點講呢？好難講得正嘅出嚟，就當我哋講正咩叫做正，我唔識就講，我哋希望講你講得有幾正咩叫做正，而家又冇揾得出嚟，但係講你能夠講得順利咁講出嚟就得噶，冇能夠講講咧就冇識點講咧，又一句普通話落去填啲咁嘅詞語就證明我哋喺傳承白話上面係失敗明嘛？好今次我哋就開始講使幾種語言講一段話當你睇清一個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格局嘅意義；當你討厭一個人而不翻面，你就明白釋然嘅重要性。人生在世，總有諸多睇唔見，亦有睇唔見你嘅人。其實呢，做人就似飲茶咁，茶不過係兩種姿態，沉浮；飲茶呢，亦不過係兩種動作，拎起身放低。人生如茶，沉時坦然，浮時淡然。做人呢，拎得起，亦都要放得落。啲係呢講係咪南寧白話你自己聽好嗎？我下面講一種呢，係另開一種白話。開始，當你睇清一個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咗格局嘅意義。當你討厭一個人而不翻面，你就明白咗釋然嘅重要性。人生在世，總有諸多睇唔慣，亦有睇唔慣你嘅人。其實呢，做人就似飲茶，茶不過係兩種姿態，浮沉；飲茶亦不過係兩種動作，拎起身放低。人生如茶，沉時